你脱粉的偶像竟是你素未谋面的网友。得到安慰的西渡希望能尽快与他见面，幼灵说会一直坚定地站在他这边，等两人见面时一定会一眼就认出他。怒气未消的西渡对立晨送的拖鞋视而不见，对曾经的偶像幼灵也形同陌路。西渡为了完成杨教练的任务，请求校霸教自己舞蹈。校霸带他来到一处会员专属空间，这是班长和校霸的秘密基地。校霸答应教导西渡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西渡要帮他每天给幼灵的柜子里送饮料。为了完成杨教练的任务，西渡也只能答应了下来。杨教练叫来西渡，他从幼灵口中得知了西渡顶撞前辈的事。原来那天杨教练撞见了独自擦地板的幼灵，他斥责西渡做事只有一股蛮劲，丝毫没有策略，所以击剑也才会一直没有进步。西渡请求杨教练教导，但杨教练却说以后都需要他自己思考，应该做什么和应该怎么做。面试屡屡失利的历晨惆怅地坐在家门口，抬眼看到西渡滑稽的舞姿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西渡虽然还在赌气，但却换上了历晨送的拖鞋。西渡质问历晨在傻笑什么，历晨说只要看到西渡就会莫名想笑。西渡发现历晨满身酒气，得知他的面试又失败了，不计前嫌安慰他，这都是公司的错。西渡认为人生没有100%的喜剧，也没有100%的悲剧，所以希望在未来的路上他们都能拥有更多的喜剧。这时西渡发现历晨睡着了，给历晨披上了毯子，还贴心地挂上了指示牌，写着面试没通过不要惹我的标语。这是怎样的大型社死现场？因为西渡的闹剧，历晨面试失利的事变的人尽皆知。历晨尴尬地回到家中，班长为了挽回之前的无礼，主动讨好历晨，还说自己是西渡的好朋友，反倒精准地踩在历晨的雷区。西渡来给幼灵送饮料，却在柜子里看到了自己当初送他的雨伞，愤怒地用力关上了柜门。学姐还在记恨西渡的傲慢，扬言只要再看到他夜间训练，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他。这时西渡霸气推门而入，大步走到学姐面前，众人都以为西渡是来打架的，他却一个180度的鞠躬，连连道歉。学姐一脸无语，西渡说他再也不会独自夜间训练了，而是让大家都一起夜间训练，共同进步。随后紧紧抱住学姐的大腿，请求她的同意。果然打败魔法的还得是魔法。幼灵去给历晨送小菜，在公车上遇见了校霸，看到站起身的校霸，以为他是要给自己让座，刚要拒绝，却发现他是给老奶奶让座。之前西渡教训的混混认出了他，势单力薄的西渡只能一路夺命狂奔。这时历晨开着跑车出现，但条件却是要西渡为那场闹剧道歉。事态紧急，西渡直接跳上了车，车技超群的历晨轻而易举地甩掉了混混们，也不再生气了，因为托他的福，悲剧变成了喜剧，好像也没那么难过了。突然天空下起了雨，但跑车的敞篷却坏了。西渡觉得这样反而更好，因为他很喜欢下雨。历晨也被明朗的西渡感染了，原本阴郁的日子也开始有了色彩。这边的幼灵和校霸也在雨中嬉闹，两人的目的地竟是一样的，校霸是来找班长的，而历晨就租住在班长家。这时历晨和西渡回到这里，幼灵看到亲密的两人十分不爽，突然屋内传来一声尖叫，原来是泥鳅跑了出来，几人立即展开抓泥鳅行动。幼灵和西渡默契地抓住了泥鳅，但看到对方又一瞬间没了好脸色。幼灵询问班长和校霸是什么关系，校霸向幼灵保证两人绝对是纯友谊的发小。历晨疑惑校霸为什么对着幼灵保证，校霸质问历晨和幼灵是什么关系，幼灵解释是同他与班长一样的关系。西渡问校霸怎么不好奇他怎么认识历晨，却换来校霸的一句根本不感兴趣。没有什么比被偶像一再否定伤害还惨的了。幼灵撞见了给他送饮料的西渡，警告西渡不要再做这种事，也不要再喜欢他，说他的做法反倒让他感到毛骨悚然，随后抱着雨伞转身离开。西渡卖力地跟着校霸学习舞蹈，终于明白了幼灵击剑时为什么那样优雅，还有杨教练让他学习舞蹈的理由。为了感激校霸的教导，将幼灵下周就要去选手村的事告知了他，并且送饮料的事也被发现了，希望校霸能帮自己澄清误会。第二天，校霸主动给幼灵送去饮料，解释了拜托西渡帮忙的事。幼灵很懊悔，还为此和西渡耍了性子。校霸却说他耍性子的样子也一定很好看，他害怕会很久见不到幼灵了，所以早早就在这等了1个小时。年少时的暧昧或许就是青春最美好的模样。杨教练决定和西渡比试一场，测试一下训练的成果。西渡妈提议改变面试选拔标准，因为经济危机，很多大学生被迫休学，这些人被动地失去了很多机会，希望局长能认清现状，不要光靠文凭判断。比赛结束，杨教练说输掉的原因就是他认定自己会输，还被对手发现了，叮嘱他比赛时哪怕畏惧也不能被对方发现。西渡很感谢杨教练这段时间的教导。历晨特意来击剑部找西渡，还贴心地给他准备了香蕉牛奶。历晨对击剑部的一切都感到很好奇，西渡找出了一套男士击剑服给历晨，还帮他细致地整理好着装。历晨呆呆地看着专注的西渡，西渡决定和历晨比试一场。历晨说胜者要完成对方的一个心愿。屡屡失败的历晨用漫画出新刊的假消息诓骗西渡，赢得了比赛。原本愤怒的西渡看着历晨帅气的脸庞，也顿时没了脾气。
教练让佑林通知其他选手，评价赛是早7点出发，还问佑林西渡的实力如何，毕竟是杨教练一手调教的。西渡虽然经历过很多次失败，但还是期待评价赛能得第一。历程很羡慕西渡永不言败的毅力和坚韧，这或许也是每次他脆弱时会想起西渡的原因。